我叫莫偉軒，我嚟自香港。上個世紀嘅90年代嘅香港，除咗服務業或者金融業以外，其實有一股新嘅力量，就係電信業嘅開放。我喺個時間亦都係投身咗呢個科技業。後來嘅30多年，我創過業，做過風投，仲喺香港科學園工作咗10多年，引進龍頭企業落戶，見證咗香港科技領域嘅發展，亦都深深咁感受到佢嘅長板同埋短板。我第一次嚟到前海時間係2014年，係夢工場啱啱開園嘅時間。當時我覺得呢度已經係充滿咗生機。10年之後，我真正嚟到呢度工作，先至發現到前海科創企業佢哋係勇於創新同埋敢於拼搏奮鬥嘅創業家精神，比我想象中更加讓人意外同埋驚喜。深圳同香港都係國家重要嘅發展引擎，如果兩地能夠深度融合、優勢互補，將大大提高大灣區創新科技嘅能力。呢個就係我選擇喺好多人眼裏邊應該退休嘅年齡，而毅然嚟到前海夢工場再次創業嘅原因。我希望通過專業、誠信同埋富有影響力嘅理念，讓更多香港嘅科研機構、大學可以落地喺前海，讓更多嘅龍頭企業、應用場景等創新嘅生態支持呢度嘅企業發展，讓夢工場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深港創新創業平台。